为了抢攻国民旅游的商机，以时尚设计风格安平5星级饭店。因为看准少年族群 IG 打卡的热潮，特别甲望来望去独家来合作，推出每间限量4间的法岛主题房间，每一间对入口、客房下间到厕所顶。处处充满趣味的法斗多样。这个法斗呢，我们这次在主题房当中就设计了4个房间，那每个房间都是双人房而有阳台的。那4个房间呢，我们分别也用4个主题来呈现，希望让法斗变成像人一样拟人化，然后变成各种的人物。那比如说，我们第一间的房间呢，就是台南的景点的一个主题。那这点是法斗呢，它在很多台南的景点出现，比如说安平古堡，然后还有赤坎楼，然后还有就是安平老街，甚至它也跟安平的剑师来融合，来做一个合影这样子。那第2个主题呢，就是我们的兰花主题，因为每一年台南都会举办兰花国际展，那想说变成法斗变成好像是一个种兰花的采兰花的一个人物，然后呢置身在兰花海里面。那第3个主题呢，就是我们的运动风。因为本来今年呢，是2020年要在东京举办奥运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延长到明年2021年来做举办。那想说这个运动风气也是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也把法斗变成了运动员选手。那他还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比如说他打高尔夫球、骑自行车，然后或者是举重啊，然后跆拳道等等。除了结合台南的景点、国际兰花展的意象，加奥运运动风格，另外佫将法斗来融入欧洲的名画当中。变成名画的马斗，相当趣味。另外最后一个房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房间，就是名画的主题。那等于是法斗变成是欧洲的古代的一个画作里面的人物。那大家可以去猜猜看说，这幅画是代表的是哪一幅有名的画作？然后呢，里面像是有蒙娜丽莎，或者是最后的晚餐等等。那希望透过这个趣味的法斗，然后让大家觉得在房间在我们饭店住宿也有不同的体验和感受。在充满欢乐的12月，业者将对圣诞节12月25开放预订来带房，只要带法斗的主题房间，除了享有2客早顿，饭店阁赠送法斗房卡钥匙圈2张，加法斗的手工饼干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